近日，香港影視圈傳來令人惋惜的消息。據多家媒體報道，資深演運謝賢於7月20日離世，享年89歲。這位縱橫影壇數十年的傳奇人物，留下了無數經典作品，也陪伴了幾代觀眾成長。他的離世，讓不少影迷深感不捨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，歡迎點讚、訂閱頻道，並開啟小鈴稱，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娛樂資訊。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，我們也會持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內容。據了解，正在內地為演唱會積極籌備的謝霆鋒，在得知父親離世的消息後，第一時間低調返回香港，協助家人處理相關後事。由於家族希望保持低調，因此喪禮預計將以私人方式舉行。而長期居住加拿大的謝婷婷，也預計會盡快返港，與家人一起送父親最後一程。事實上，近幾年謝賢一直鮮少公開露面，健康狀況也不斷成為外界關注的話題。期間曾多次傳出身體欠佳的消息，不過今年4月，他曾被市民偶遇在山頂一家咖啡店休假。當時雖然明顯比過去消瘦，行動需要依靠輪椅和拐杖輔助，但精神狀態依然不錯，舉手投足之間仍然展現出昔日巨星的風采。謝賢的一生充滿傳奇，他對香港影視發展的貢獻也將永遠被觀眾銘記。願這位一代巨星一路走好，也希望家人能夠節哀順變。